啊，用过一次，没用过一次。你看哪个部位最好吃？我没有在煮饭的人，我这个位置哇，这一块，这一块。好，在后面可以，好不好？我们要让感觉到很漂亮，不要太长，很多人。少要一口。切要给我吃的吗？先给我们长老，先给我们长老。给龙妹的，最近我呢吃药。我怎么把它切分吗？现在要不要戴手套起来？做皮耶。好。有。按照我要直接拿吗？我直接拿吗？对对对。龙妹。先给长老先呐，长老先呐。你们到底谁要先嘛？先。好。继续比。这要给长老。很老的了。长老要大块一点，比较好吃哦。对，哇，好多。非常香。哇，真的要努力工作了。你看切的这么大，我要回去努力工作。哇，好吃。潘校长，哇，这个最大。校长好。最大，谢谢。哎，校长。好。即将在我们10月6号，我们体育场外面的圆形剧场这边哦，来举办哦。那我们一开始会有我们的长老们一起来做这个祭祖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这个典礼哦。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原住民文化继续传承下去，透过祖灵的一个保佑，让我们在彰化县境内的所有原住民的朋友都能够丰收、平安、快乐过日子。彰化县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多元族群的一个地方。我们除了有闽南、客家、原住民，那原住民的部分呢，16族里面在彰化也有15族哦。那可以说各个的文化非常蓬勃。我们后续呢，除了说大家的传承之外，后续我们也希望把原住民的文化介绍给更多我们呢在地的这个学子们，让他们能够更加了解原住民文化，一起融合，那让我们呢孩子们能够多样的来学习，互相的一个尊重哦。那在这边再一次的诚挚邀请，这一次的节目非常精彩，包括有我们生动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舞蹈表演，我们还有7队勇士队们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竞技。另外的话，我们有我们在地原住民的一些美食或者我们的一些文物展等等哦。那精彩可期，欢迎我们的乡亲在10月6号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哦，可以来我们体育场这个圆形的这个广场上面来呢，欣赏我们原住民舞蹈、吃美食，然后看我们的这个丰年祭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状况，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鉴定，见祖先保佑我们能够活动顺利圆满，祝福大家心想事成，谢谢大家。